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1年7月16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89篇20节到37节，历代志上卷14章第1节到第2节，使徒行传17章第16节到3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起造。咱有几啊摆讲到起造。包括圣殿的起造，或者是过去一段时间，咱有讲到约柜的起造。牧师一再来强调，甲咱提醒，用什么款的建材来起是真重要。但是如果因为咱咧思考讲将上好的献予上帝的时阵，这个是足重要，但是并毋是最重要的目的。咱所爱思考的是迄个建筑物，咱要起造的本身，伊的信仰意义到底是甚物货？若无的时阵，咱就真容易伫这个起造的中间来失去迄个方向，甚至完全来行错误的方向。如果咱若对于传统的这个建筑有淡薄了解，比如讲，咱咧讲这个闽南的这种建筑方式，也是讲咱台湾较早期四合院、三合院这种建筑有这个真重要的元素，这个条件，咱称作风水啦吼。这个时期的建筑的风水，甲咱即马周边的人，也是讲道教的人士所咧讲的风水，其实理论上是完全无共款的。如果咱无去来研究，也想了解伊原来意义，佮加上一寡伫宗教上念财的因素，造成咱对这物件的一寡误解。传统建筑上所咧讲的风水，其实真简单，就是讲风爱通，水爱流啦吼。毋是咱咧讲相命先，也是讲道教人士咧讲的风水啦、八卦啦、个人的风水等等这代志，这完全是无共款的物件。因为这个错误的原因，所以咱即马对这物件的了解就无共款。相款的物件放伫基督教的信仰建设起造，咱的礼拜堂的起造，若无去思考起造意义的时阵，也有可能来落入这种风水学的错误。咱提着讲大笔，伊知影伊家己的成功，是因为上帝予伊的应允。因为大笔王伫逐个国家所得到因遮的进贡所送伊的礼物，伊就摕来敬拜上帝的路用。大笔王虽然先起造家己的殿宇，但是伊明白伊的国度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允准所赏赐的恩典。也通讲以色列的国度是上帝为着大笔王所起造的国度。佮较进一步，对信仰的角度来讲，这个地面上的国度是上帝国伫地面上的仪表。咱对新约伫使徒行传17章的经文看到，保罗伫宣教的中间去到伫雅典的时阵，伊看到规城满满的偶像，伊心内真着急。伊也真艰苦心，用保罗伊家己的经验，伊捌伫满城迷信的以弗所教会伫遐来传福音，并且嘛拄着真大的困难，才是了伫遐丧失性命。因为安尼，伊深刻了解伫遮的偶像崇拜的内面，人真容易失去理智，相信真侪奇怪的学说。特别是雅典的所在，伊这是一个铁学的一个中心，伊是一个多神崇拜的
诶所在诶人民，因对即个各种宗教有真深诶兴趣，嘛会通讲真容易受影响。伫迄个时代诶背景，亲像伫台湾有一个宗教叫做一贯道共款，基本上是道神崇拜。咱诶民间宗教讲加拜加保庇啦吼，所以真容易去接触别人咧甲因传讲诶宗教。是毋是咱看见保罗伫雅典看到一座祭坛，顶面刻着一排诶一个石匾，讲献予毋捌诶心。即个像拄则牧师讲到一贯道共款，因祭拜逐种诶神明，无论什物宗教诶，伊拢拜，含耶稣嘛伫因诶即个祭拜诶行列之一。安尼宗教诶起造其实是非常有问题啦吼，因为基本上因无解了解真正迄个信仰诶意义，但是因无了解耶稣所传诶福音信仰，因就伫遐来祭拜。所以伫因诶教导、因诶信众诶时阵，基本上当然是错误诶啦吼。已经起造错误诶，即个宗教诶崇拜诶基础，这是伫即个民间宗教咧看是一贯道吼。保罗甲雅典诶人民安尼讲，伊讲雅典诶人民啊，我知影恁伫逐方面表现出真深诶宗教诶热情。我伫啥年四界咧行动诶时阵，看恁崇拜诶场所，竟然发现有一座祭坛，顶悬刻着讲献予毋捌诶神明。我现在要甲恁讲，恁呢就是即位恁毋捌，就是敬拜诶神，恁遮毋捌却咧敬拜。即位创造天地甲其中万物诶上帝，是天地诶主。伊无住伫人所起造诶殿宇内底，也无需要人任何诶供应，因为伊家己将性命喘气甲万物赏赐互人类。伊对一个人做出万类，互因来散伫逐所在。安尼，伊有先定了年限甲徛起诶即个边界。伊安尼是要做因。爱互因来追求上帝，互因会通伫即个憔悴诶中间来找着伊。其实上帝甲咱每一个人拢离无界远。有人讲我诶生活行动拢在伫伊，搁恁中间有某一个诗人讲，咱也是伊诶儿女。既然咱是伊诶儿女，就无应该存着幻想上帝诶本性，用人诶技巧，用金银石头所雕刻偶像来比拼诶。当人类处伫即个愚戆无知诶时阵，上帝无要甲咱救赎，但是伊现在命令全人类爱离开邪恶诶道路。因为伊已经定好日子，要借着伊所竞选的一个人，用公义来审判全世界。对伫安尼，互即个人对死过啊，伊已经将凭据互全人类啊。雅典的人拜即个神明，因毋知，也是保罗甲因解说，甲因介绍即位搁真搁活的上帝。就是讲，基督教的信仰必须爱被正确的起造建立，亲像保罗对雅典的人民所宣讲的一样。上帝无住伫咱所起造的殿宇的内面，但是咱所起造的殿宇，也是讲咱讲圣殿、是会堂，也是礼拜堂，犹原是一个人甲上帝建立关系。人甲人建立关系的真重要的所在。如果圣殿的起造采用真高级的建材，亲像宝石、黄金，但是却无甲上帝有建立好的关系，甲人无有好的关系，
那安尼一个真青颖、真水的圣殿的起造，就失去伊的意义啊！到底咱要起造什么款的殿宇？当然，咱会通讲有即个硬体的圣殿啊，礼拜堂，或者是讲信仰的圣殿。保罗嘛，捌伫哥林多前书甲即个哥林多教会互因的批信中间讲：恁敢毋知恁的身体就是圣神的殿嘛？原主帮助咱伫信仰起造顶悬会当有正确甲伊有好的关系。